同乡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主持人阿明詹伟民。7月7日，香港回归22周年，嘛是1997年回归以来上届激烈游行行动，甚至冲入去立法会技术厅。示威者呢是喷着擦表达因的诉求，写着“太阳花 HK”， 等于是台湾日头花运动的香港版。香港警方是用着催泪弹驱离着示威者。这运动者咧，认为着这个制度的这暴力比集体这个暴力更加的严重。自6月反送中以来，咱来看到少年帅这个游行，代表着香港人无要个吞论。反倒当来看，香港一国两制是大失败，回归50档未变，拢是甲人骗。中国港澳办现主席又个反倒当来批评讲哦，示威者挑战这个一国两制这个红线，到底北京政府是不是证明政权呢？和这个香港特首要安怎来收煞？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要做伙来讨论。这个大游行日头花，香港开花，现主席咱们来介绍咱今日的节目来宾哦，社会工作者这个杨宗纬，欢迎。大家好。过来要来邀请到苏台国际甲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杨宗纬。观众大家好。再来要来邀请到纽约大学法律系硕士生李碧生。观众朋友大家好。咱头先哦，要来看到7月反送中冲入去这里发挥这个时间表哦。这个头先呢，咱能看到这个游行是伫下早就开始啊，不过伫1点的时阵哦，下晡1点的时阵是正把的示威民众伫咧立法会头前哦，伫咧金钟政府的这个总部拢来伫遮守伫遮哦。伫3点的时阵是冲破着立法会这个玻璃，警方嘛济咧喷着这个香蕉水。伫6点的时阵呢，香港政府就表示着谴责暴力的示威者。不过，咱现主席来看到，因伫下晡这个透早4点的时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有召开这个记者会，对着这个行为讲要追究到底。咱首先要请教就是杨宗纬童老师，你安怎看这回这个日头花香港版的？这回日头花香港版的运动吼，咱用看到讲这个香港的这个市民吼，咱的香港的市民朋友，因的这个抗争的这个升高到一个，我觉得到一个顶点了。就是讲，嘿，你用看到讲，这届的运动甲过去的这个河选运动无啥共款，包含过去有一个旺角的这个骚乱，嘛无啥共款啦吼。你有看到讲，因愈来愈进步，运动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啦。安怎讲吼？因这届有一个就是讲遮。参与运动的市民朋友吼，因用一个口号叫 Be Water， 是 Be Water 英文的 Be Water 是讲，因伫学这个 Be Water 这句话吼，就是香港上出名的，咱讲 Bruce Lee 李小龙吼，伊做武术嘛吼，武术伊讲爱亲像水共款，你用强嘛用真柔软安尼吼，所以讲就是讲，因即届就讲好，警方也是要攻击的时阵，咱就是用一个快闪的方式，所以你看到这个立法会运动的时候，伊冲击的立法会，伊甲咱台湾的这个日头花运动无共，咱是占几啊天啊。拄啊入去的时阵，大家可能想讲，可能因即届是要像台湾安尼占几啊天，互政府互一个压力，无错是要互政府压力，可是伊是真巧啦吼，咱用讲因真巧，就讲知影讲因无想要讲，因知影可能因为。香港的状态较无共款，因为警方是真正用武力的。咱用看6月即届吼，几啊道的这个示威运动的时阵，香港的警察是真正会用暴力去对待民众，所以因即摆就学较巧啊，所以用知影较弹性的使用，讲我快闪，我入去立法会了后，我的目的已经到所以我用即摆先摕。等待较好的时阵，咱就搁冲一届。是7月7这天呢，真正是互全世界拢看到，这个香港警察是来对待这个示威者，咱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安怎生。一利用公推这工具，带来讲立法会大门玻璃，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为7月7下晡，就发动几落摆攻势，拢无得突破。结果伫暗时7点半左右，示威者拍破一边大门玻璃，再拍开气门，成功进入立法会。抗议的民众从下午就不断的尝试要来攻破立法会的大门哦，经过多番的击破呢，他们终于是在晚上大约是9点多的时候冲进了立法会内，把整个大厅都给占领。
者占领立法会大厅内底的人是吵，并且伫边用喷漆写反送中的抗议诉求，要求撤回多犯条例。群众在进入立法会之后呢，更是直接上到2楼，进入了这里专门在审理法案的会议厅里头。他们不止呢在这四周围的墙壁呢喷漆喷上了抗议的字眼，也在这主席台上呢挂上黑色布条，写着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伫香港地区分种喷乌漆，个人写太阳花 HK， 甲即摆占领事件，甲台湾2014年太阳花学运来做比较。冲入去立法会，示威者情绪激动，警方嘛无随驱离，不过差不多占领10多分钟，多民众化铁离。另外一边则是有人希望坚持落去，应该留落来还是离开，意見無同。希望大眾社會去團結一致，對抗惡法，對抗暴政，共同守護香港。其實你而家呢份線有幾多人留守？大家有不同的決定，大家有不同的方向，就是因為我們是沒有大台的。每一個人都為自己負責，對吧？你想走，你可以走；你想留，你可以留。會議廳示威者盡量退到立法會外口，飯店過無偌久，防暴警察喺過路口也大型的並排，手提警棍仔一直向示威者挖棍，並將路中拆除，愛示威者離開。隨後就發生幾落粒的催淚彈，展開驅離。面對強勢警力，民眾一直退後，為立法會外口走去下水道，雙方把對立，不過先後人就漸漸離開，警方將車路全部清空，無甲爆發衝突，結束7日反送中抗爭。記者綜合報道。咱看到這個香港這屆咧，因是無這個大台啊，因對遮講無這個大台，就是因為游擊戰的這個方式啊。這個聰穎老師，你安怎看咧？我想吼，甲拄則個看法小可無共啦吼。即屆即個7月哈，7日的即個遊行哈，本來是每年到即個時陣哈，攏會有即個大遊行，因為7月1號即天哈有一個重點，就是講，伊是佇個1997年的7月1號哈，即個主權移交嘛哈。但是咧，就是講，即馬即個運動本身哈，佇個頂屆有100萬人出來，200萬人出來以後哈，即個運動已經變甲足大。7月1號遮爾啊重大的一件代志吼，恁若看即個主要的迄個人數吼，差不多講55萬人，安尼嘛算袂少啊。但是就是講，因為伊伫個之前的抗爭佫較大吼，場面佫較大，所以即個時陣吼，規個即個運動吼，會使講方向都散去啊。你對啊看到迄個歷屆內底的人吼，伊就講甲真清楚，講咱大家無共個看法。無共款的方向，啊，這邊衝入去的人，就是較主張愛有行動的人。但是你若看迄個遊行的人，迄陣人吼，因就是講頭啊，迄個香港的警察叫因講啊，無恁吼換一個所在，改一個時間，吼啊，因到遐冤家冤冤的，過來講啊，好啦，安尼嘛是咱改一個所在吼，避免迄個激烈的衝突。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講吼，這個社會運動吼，運動到今嘛吼。伊若訴求一直攏無得到迄個香港政府的迄個反對吼，即馬就拄啊好兩邊吼相對峙大遐，安尼即馬吼，即個群眾本身吼都有無共款的路線。我看即馬的發展應該是發展到遮來。安尼咱真現主時就要來看到即個反送中，就6月開始哦，即個大事件。咱先來看到為什麼有即個逃犯條例咧？是舊年的2月時陣哦，即個姓鄧的即個。香港人主哦，伫台灣犯下即個命案了，走到去即個香港哦，因為即個台灣甲香港是欠缺着即個司法互助，所以即個姓鄧的查甫人，即個引渡的即個部分是引起着即個部分的爭議哦。所以即個2月時陣，今年哦，香港政府就用着即個命案哦，要來修訂即個逃犯條例，引起着即個香港人不滿哦。啊，自即個9號時陣，6月9號時陣，香港人發起着即愛撤回着即個條例。抗議人數是103萬人。現主時咱看到即個9號的時陣，過來看到15號是即個部分有人輕生，有人跳樓自殺啦。16號的時陣是200萬人行上街頭，安尼小咱線去看來，訴求到7月1號，老師都要講有變起啊，有散去啊。碧成你安怎看？我是感覺這個訴求伊本身是無什麼變化，但是咱即馬看到即個講去中心的這種動員的方式，我感覺是向
这道拢是较少年的新一辈的人出来有关系。因为遮有香港的教授有做过survey，有做过调查，讲是伫遐可能200万人迄当阵，伊讲差不多有40%的人是无参加过迄个护刷革命的。因为啥物互人动员出来？这可能就是交迄个4月份的时阵，因遐有向高中、佮有大学生有联署，因就是讲可能用咱台湾来讲，我是建国中学的我反送中安尼，伊就是讲我是拉萨中学的我反送中，所以所以遮较少年人出来因佮有以前的遐个社会运动遐个组织。拢互人拢散去啊！这5当来，拢可能拢无去啊，跟学联佮有迄种佮有众志，遮因遐无法度，佮有因无一个组织会当去甲人都动员出来。所以即摆就变做可能大家拢有同款目标，就是完全撤回，毋是讲暂停，是完全撤回迄送中条例是，所以咱现主时来看到这个反送中运动5大诉求哦。第一个就是完全这个撤回这个恶法咯，第二就是要追究这个开枪这这边，第三呢是撤回这个暴动的定性，第四呢是要这个释放这个从逮捕的这个人士，第5上重要就是林地挖湖来落台。这个5大诉求基本上拢无达成吧？基本上吼，你讲这5大诉求吼要达成，伊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咱知影讲，因为头拄这杨老师嘛讲着吼，97年了后，香港主权移交等于中国变成一国两制。是，你一个一国两制下面的这个香港吼，其实你就是中国啊。中国的一部分啊。你即摆要用这所有的民主的诉求吼，伫民主国家你要用民主诉求是真有希望，但是我用讲我较悲观，讲你这5大诉求，除非啦吼，你即摆的运动吼，你运动的这个能量会用相关甲一个可能国际包含其实即摆国际上大家国家拢咧关心着香港的这个所在，但是就算讲包含今日Trump吼，美国总统Trump嘛讲这个是追求民主，对对啊，但是我感觉即摆全世界这个目睭拢咧看到香港的所在的时阵，香港人即摆已经我感觉可能走投无路啊，走投无路啊，可能你的方法爱搁想讲，咱要用啥物？因为我感觉你也看台湾过去的民主的变化，台湾过去民主是有流血的，是有人牺牲的。你讲28的时阵，台湾27部队啊，是有人牺牲的，有人是用武力的，是去做抗争。但是即摆的香港，伊已经伫中国的统治之下，伊要爱用伊的抗争的方法，伊是真正爱思考讲，敢有可能？即摆有可能有一部分的香港人真正会采取所谓的咱讲武装革命。是，所以全世界真正拢来看，咱来看一下国际上安怎对着这个香港反送中游行所有的回应，咱来看。香港示威者占领伫块会议室厅，这一幕看起来那亲像是2014年台湾的日头火下运占领伫块演艺场，伫咧香港嘛出现了。特首林郑月娥真罕见伫咧透早4点召开记者会，并且强烈谴责。The second scene that we have seen, which really saddens a lot of people and shocks a lot of people, is the extreme use of violence and vandalism by protesters who storm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seriously condemn, because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林郑月娥认为，警方伫咧7月初1处理暴力行为表现了真控制，但是对违法的行为一定会追究到底。英国外交大臣韩特伫咧竞选保守党党主席的期间，嘛持续关心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活动，一直推文当中强调讲，英国对香港以及伊的自由，毋但支持，阁真坚定，但是反对暴力的行为。
中国外交部是表示讲，中英联合声明当中，和英国方面有关系的权利义务，都已经全部有执行。英国方面无权利干涉香港的事务。一段时间以来，英方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来干预香港的事务，要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初一，美国总统 Trump 伫白宫和媒体问到对香港抗议事件的回应 ，Trump 认为示威者是伫咧追求民主。Well, they're looking for democracy,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democracy. Unfortunately, some governments don't want democracy. 香港7·1示威，后面是发出声明，呼吁有关人士要自我控制，并且透过对话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到林郑月娥是用到这个英语哦，伊讲 extremely violence and vandalism， 极端的暴力的行为来冲入立法会。头早咱讲到这个5大诉求，其中就是要求伊落台。老师，你有无共款的意见吗？哦，系啊，就是讲吼，你这个诉求内底吼，其实若甲顶届来比吼，头前几项真正若讲香港政府要小退让一下吼，是做会到。是。但是第5点吼，讲啊，要你这个负责人吼，你这个特首吼爱落台吼。咱若看过去吼，中国拄着安尼的代志吼，伊绝对袂讲啊你。群众诉求，我就随让你，吼，因为这个算讲第一是民主问题啦，吼，第二就是讲，你伫咧一个运动吼，甲伊这个互相对抗的个过程内底，你就安尼就算导航认输嘛，吼，所以上无伫咧这个时阵吼，你讲要叫完全接受是无可能。头前这几点吼，伫咧过去吼，迄是有做法的无共，讲啊，我到底吼，我这个案是讲暂停，还是讲啊，我这先甲收转去？其实吼，伊做这个动作，其实拢真简单，随时拢啊个会使提出来。即个问题就是讲吼，你看即个即个咱讲即马叫做吼，香港甲定位叫做反送中的即个条例吼，即个运动啦吼。其实伊即个条例本身吼，叫做多犯条例吼。其实本身开始咧修法的时阵吼。是非常的，即个法律专业的人咧讨论。只是讲尾啊，到达发现讲，其实吼会造成安尼效果，就是讲，你香港人伫遮犯罪，也是讲其他外国人经过香港的时阵，伊有法度甲你送到中国，送到中国去。所以即个时阵吼，即个咱迄个伫咧香港吼，才开始真清楚甲定位讲啊，这就是叫做送中的一个条例吼。啊，这个运动起来以后哈，其实你若看迄个就是讲香港政府咧做哈，伊还阁是保持一个哈真好的即个，算讲香港政府真好的效能咧做，所以伊会使讲伫咧即届运动内底哈，有人讲就是讲，其实警察是先放互伊哈，所以讲有较暴力的部分哈，互伊先入去，入去以后迫害到一个程度以后，才甲赶选去。哦。所以意思是讲吼，为什么伊马上过来开这个记者会？伊就是讲，吼，你看，原来你这个运动吼，就是遮尔啊暴力，遮尔啊无守规矩，吼，伊要甲这个运动做一个定调，所以马上开这个记者会。是，吼，会使讲即马已经吼进入一个吼，迄个政府甲这个运动本身吼，两边互相对抗，因为所有的诉求无法度。用政治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即马咧，目前就是讲两边拢爱想办法安尼斗即个斗底啦哈，看啥有法度怎讲改变目前的情形。是国际会议这个部分，咱就请撇先讲哦，因为你较早是伫咧 Chicago， 嘛有参加着这个反送中伫咧 Chicago 全球这个活动，你安怎看即届这个各国安怎看这个七一游行？我是感觉上重要就是大家知影着美国安怎讲嘛，啊。今仔日就是 Trump 嘛是讲，这是一个追求民主的代志。啊，搁有因的众议院因 Pelosi， 伊嘛是发声明讲支持这个运动嘛。啊，我是感觉，因为即马上重要就是中国甲美国啊，即马咧贸易战嘛，贸易战嘛。啊，贸易战了后啊，伊集团体了后啊，我是感觉因集团体了后啊，即马中国就
伊拢摕到伊想要摕到物件嘛，伊就是讲啊，佮开始会当重新谈判，是啊，佮有会当华为佮会当摕到美国的产品，啊，所以即马伊就开始会较硬斗，讲的话会较硬啊，就讲哦，这是咱国家的事务啊，你英国卖伫遐乌白插手安尼，是，但是你看卖最重要就是伊无特别讲美国安那，伊嘛是即摆伊是上惊美国，伊要是美国去改迄个有一个法律叫做《美国香港政策法》，就是迄个法律就是讲美国承认香港是一个交中国无共款的所在，伫国际贸易佮有迄种法律，佮有即种特别是经济议题内底，伊就是一个无共款的所在。要是即个搁较趣味的，就是即个法律内底有一条，就是讲总统，美国总统即摆是 Trump， 伊会当单方面用一个总统的 executive order， 就甲即个规个法律甲伊暂停，就会当讲好，我即摆就是感觉香港已经是和中国完全共款啦。啊，你讲啥物贸易的特别的优待啊，啥物拢无啊，所以其实就是中国就是惊美国这步尔。是。简单来讲就是讲哦，各国有各国的反应，但是各国的反应内底哈，其他的哈，包括英国在内哈，讲的话拢敢若讲 lip service， 就是讲哦口头上的支持安尼尔哈。啊，美国本身哈，美国伊提出来的方案哈，真具体，所以变成讲。这是真正会发生效果的，但是，整个来讲就是讲哈，即届香港的代志哈，已经是国际大家拢咧看啊，所以这是讲中共过去哈，无因对即个算讲香港即个国际的城市哈，伊若无处理好，其实是这国际的压力哈，嘛是真大。是，其实咱台湾蔡总统嘛有一寡回应哦，伊是安怎讲咧？蔡总统伊讲哦，无论是台湾也或是香港哦，人民对着自由甲民主的这个愿望，拢是相共的哦。敢若一个执政者咧，这个老实甲人民对话，安尼才是正确的。现主是咱头先嘛讲到这个英国外相，伊是安怎讲咧？伊讲咧，这个英国政府对着中英联合声明的坚持哦，不移哦。这搁较重要，现主席伊是这个搁有法律效力了，现主席甲30当前签的拢共款。美国总统咱头先嘛看到，伊是讲因咧追求民主。日本的这个安倍晋三呢，伊嘛讲咧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自由繁荣拢真重要。现主席咱反倒倒来看，现这4个人安尼讲，蔡总统安尼讲，钟磊老师你安怎看？因为咱看到讲，当然蔡总统爱有一寡表示啦，因为至少这个送中条例吼，是甲咱台湾有一寡关系，因为过去这个刑案的代志。当然咱台湾吼看到讲，这送中条例开始出来了后，咱的政府包含讲，咱的所谓陆委会吼，陆委会嘛拢有发表声明，声明拢是讲反对，但是咱即摆爱看讲，咱台湾的意见无一定拢大家拢共款咯，因为。调亚的意见就无一定拢共款。你讲即摆咱执政党、执政的政府可能拢是反对这个送中条例，好。可是咱即摆的在野党吼，在野党中国国民党是还阁安尼坚持咧，有一部分的中国国民党的这政治人物可能伊是反对的，但是伊无完全的表态。尤其即摆咱未来吼，咱想要蔡总统爱表态，2020年吼。明年就是咱的大选，大选有立委的选举，还有总统的选举，所以这甲咱台湾的命运是牵做伙。咱用讲反送中条例，用甲台湾未来1年的命运是牵做伙，牵连在做到底的哦。因为你看到讲，即摆的所有台面上的这政治人物吼，要选总统的人啦，吼，咱讲要选总统的人，要选总统的人有表达清楚的表达讲，好，我反对送中。清楚的表达讲，我反对1国2制，可能反对1国2制讲会出来，可是你有一寡物件讲袂清楚，迄叫9·2共识。所以这个物件转来到咱台湾是，咱内部来看香港的代志的时阵，其实吼，咱看的角度吼，又搁甲国际社会你看的时阵，小可无啥共款。是，老师这样看。我想吼，这讲这咱的看法应该甲人无共哈，这是真重要。
因为国际上包括伫咧香港伊的主要拢是希望讲一国两制会使照当初定的安尼来做。这件代志对香港是有效，对台湾是无效，因为台湾的情形是完全无共。我感觉讲伫这段时间的讨论爱有人特别讲这件出来，因为你若无讲这出来大概咧我看到讲有人讲今日香港是明仔的台湾所以老师无认同吗？就是讲情形完全无共，你袂使用这安尼来讲。虽然应该安尼讲，就是讲一国两制基本上是对香港的安排。一国两制伊的成功，咱嘛应该甲祝福。伊若无成功，咱来观察讲，为什么会无成功？即马目前照安尼看就是讲你若看伊的迄个香港人本身的迄个民意调查其实伫咧10年前多数的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佫有7成8成的人表示真有信心。表示讲这是最近差不多10多年来会使讲是中共换新的领导人以后才发生的这个新的场面。算讲这个两边的距离哪来哪远讲一个较实在话最近发生的代志其实你若讲以今年的年初的时阵任何人拢想袂到讲代志安尼发展。这会使讲是这个林郑月娥伊上台以后伊政治判断错误。伊可能想讲，我这应该是做会到因为伊的迄个人数支持的人数伫咧迄个立法会内底是有够的。伊讨论的时阵嘛有这些律师都做伙安尼来讨论，其实是有可能的伊若卖甲真侪物件藏喺内底是讲这条约敢安怎调整，有一个好的讲法可能袂安尼。头前开始有人反对的时阵伊的态度还是足强的用真强的言论去刺激香港的民众。是，所以这个代志才发生变成安尼。我想这有一寡意外的这个发展但是即马已经到目前为止代志发生到安尼即马上麻烦的所在就是讲，无一方面愿意让步。这件代志歹收煞。是，咱的观察应该是会使安尼来看。是歹收煞，不过咧，这个一国两制到底是不是失败？咱讲这个，伊讲50年、50档无要改变，这个可能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失败吧，毕竟。好，因为我算过我以前是算研究中国的，所以我是用一个叫做中国的央地关系、中央跟地方的关系来看，即嘛北京佮有香港伊的关系。你来看大部分的时阵，北京拢会设定一个叫做这个算 KPI 好啊，就是个一个目标，要互地方的遐领导去完成，可能3档5档你要像安来看但是本来伫中国的时阵，这个做法是较袂出问题，因为遐个省长、遐个地方的领导，伊会安那摸鱼，伊会乌白做，伊会差不多安尼浑水摸鱼过去。但是到香港，我的看法啦，就是讲，因为这会咧治理香港这的官僚，拢是英国留落来的，伊就是人讲啥物，人设定一个目标，伊就尽全力该达到，就是安那完成，就是所以即马伊就是讲，可能但中央出的目标可能是足模糊，就是可能无足具体，可能就是讲你有你即马伫可能23条以前2003年有23条立法嘛，然后23条要看要安怎用。即马就是讲出来一个叫送中，就是这种倒换条例会当来修。可能就是伫这个林郑月娥看到这个叫做这目标，伊就讲好，那我一定爱修过，不管安怎，不管大家有哪反对民意安怎，都爱修过。伊可能袂着有较取巧的方法，可能讲修一半，还是命，就是浑水摸鱼过去，中国的迄个地方领导就较共款。是。所以讲倒转来，这一国两制，就是因为伫这一国两制这个制度内底，足侪物件
上后的伊的决定权拢是伫北京。是。你像讲司法的，就讲人大有解说法律，伊的上后一个权力，啊，搁有即法官的任命，拢是伫特首内底。啊，特首是啥物人用的？特首就是北京钦点的嘛。对。所以这个咖喱政府，香港政府就是咖喱政府嘛。伊后壁迄个幕库，习大大、习维尼啊，对不？老师这样看。因为咱讲香港伫这个97吼，咱讲迄个主权移交的时阵，因讲有一个基本法，基本法。迄个时阵讲基本法嘛是讲，那亲像一国的宪法共款嘛，有一寡基本的三权分立啊。伫过去英国统治的时阵，咱爱等于想讲英国统治迄段的历史吼。香港伊是有所谓基本的法治，但是英讲的法治是咱是讲这个头拄迄个林郑月嘛，一直讲 rule of law 嘛吼。伊讲的 rule of law， 可是伊讲的迄个可能是伫司法这个阶段，可是伫立法阶段的时阵，其实包含英国政府吼，包含着中国政府的伫一国两制之下的政府，无互因有所谓的这个立法权的这个监督权利。所以你用看着讲，伫伊的现实的制度有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是来自于中国这边北京的想法嘛。啊，北京当然尤其是习近平吼，伊即摆是想要称帝啊，所以讲当然想要甲这个香港这个民主的制度吼，会用尽量压落就压落，抠掉对啊，抠掉，然后吼，你看到讲包含你爱看规个中国，规个中国包含即摆西藏，啊，搁有这个新疆这样吼，啊。为无共的所在的统治的，这个有的是用，你可能对香港，伊一开始有一寡用咱讲这怀柔政策还是啥，可能对其他的所在用就更加高压。伊发现讲，比如讲咱即马上大的威胁可能是咱台湾这边，因为台湾就无要接受一国两制嘛吼。啊，当然伊看到香港的这个情形，啊，愈来规个香港的这个市民社会吼。对民主的要求吼，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啦。所以我感觉可能即马香港要追求这个民主、追求这个自由人权的这个过程吼，愈来愈艰苦。聪明老师较早伫香港教册嘛，尤其是伫97进程，这个比较你一定感受真深。是，迄个我拄啊好离开香港迄年吼，拄啊好是迄个2003年吼，7日游行迄个时阵。啊，所以迄个时阵游行的时阵吼，阮伫学校教册的人吼，会收到迄个 email， 就是讲鼓励大家吼去参加这个游行。即马10多年过去以后吼，到即马最近我阁收到因的这个 email 吼，就表示讲即届的迄个动员吼，会使讲是讲大家拢尽量吼，算讲朋友啊，安尼相招吼。啊，即个我感觉讲，咱来看即届的即个香港的即个运动吼，反送中的运动内底，我感觉讲有几个物件吼是会使做一个教训吼。一个就是讲，即个民众的即个支持吼，即个是较可贵。你讲200万人吼，即伫个所有的会使讲所有的社会运动内底吼。这绝对是创纪录。香港人嘛，香港人吼，就是讲你遮侪人内底，你会使讲3、4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来用具体的行动来支持这个活动吼。啊，所以咱会使讲香港虽然即马目前吼无法度公道，但是咧你上街头就会使去做公道安尼吼。啊，所以这是一方面的表现啦吼。啊，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讲，咱拄则咧讲到即个一国两制啦吼。这一国两制的重点吼，就是讲，其实伫咧一开始咧设这个50年不变的时阵吼，迄个重点就是讲，大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无信心嘛，尤其是即届就是讲，对你的司法是无信心的，所以吼，当初的迄个设计就是爱设计一个讲，中国甲香港是无共的，袂使互相影响，香港人犯案袂使甲送去北京去审，吼。这是基本的这个想法。啊，即摆有人若要破坏这个制度吼，当然会引起的迄个反弹就足大的。啊，这是另外一点。第三点就是讲吼，咱即届看这个香港政府的反应哈，你大概会使讲哈，就是讲目前用目前现今的这个办法吼，选出来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这个领袖哈。
伊基本上是行政方面是真算讲能力袂歹哈，这是过去安尼训练出来。但是吼，伊无政治的领导，吼，即马拄着问题的时阵，你看伊的差不多会使讲无步啦，讲来讲去就是共款的话安尼讲来讲去尔哈。啊，咱若个看拄则讲到迄个香港的基本法，其实基本法当初定的时阵，是有答应讲吼，这特首是爱普选，是，所以前一段时间会使讲费10多年的时间吼，香港的民主的运动支持上主要。就是要支持普选，会使讲到目前为止吼，连这真简单诶，这个民主的形式拢够做袂到。是，吼，这就是讲，嘿，真侪这个教训会使互台湾做参考。真正，咱来看台湾甲香港这个比较，台湾过去咧总统直选1996年这个部分，咱来看到这个1996年有法度总统直选，是因为1990年这个野百合这个学运哦，啊1997年咱来看到香港的这个部分，这个互。中国政权接收了后，2014年是占中的这个运动，因诉求就是头拄则讲的真普选啊，特首爱来普选，啊，这个诉求其实全部拢互退回哦。啊，现主席咱搁来看到这个2014年反服贸这个部分，尾下咧这个反服贸这个协商的这个拢放伫咧法院，甲伊放咧就对啊。再来搁来看到香港2019年反送中。特首林郑月娥伊宣布这个倒反条例后是暂时，但是也无要甲撤回。这个部分就使看到这个咱台湾甲香港这个运动这个差别。其实咱讲到这个，咱会当总统直选伫台湾会使选举会使投票，选出家己头家，真正甲香港这个家里政府家里特首是完全无共款的。是，咱来看到讲头仔讲到基本法嘛，我补充一下讲，比如讲。咱过去吼，香港人因对这个司法的信任吼是还阁算真悬，但是咱能看到讲，包含着即马中国吼，佮个压迫愈来愈深的时阵，因对个司法的信任一直减到足低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个过去的司法有这个问题，立法的赞助就又搁无共啊。头我讲到讲台湾甲香港的这个比较的时阵，咱爱记吼，最近吼，咱包含讲台湾，你毋是干那迄个2014年、2014年的这个日头会运动，吼，这个服贸协议动来呢，包含讲今嘛咱来讲政府吼，前一阵咱会记哦，国安法3读，各有修法，所以今嘛也是咱的政府啊。哦，要甲咱讲，比如讲中国要签一寡合约，要合约的时阵，其实遐拢要有经过一个咱讲是公投程序。哦，但是即摆香港人因就是敢若徛街头尔，伊无搁较会用就讲体制内的做法，吼，伫制度内底的做法会用互因对这个中国吼保持一个较安全的这个距离。所以因安尼做，敢是无采工嘛？你唔是讲无采工，一定爱做，因为你也无做，你就绝对无希望。你有行动，你就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你就讲，你最后你嘛是要等于这个 political agenda 内底，就是讲这个议会的制度。但是即摆的议会的制度，咱就知讲，包含你做一个议员，民主派议员，你随时拢会吼政府 DQ 嘛，吼 disqualify 这样子，吼。啊，所以你就感觉讲，这个制度就完全吼，互你规个香港的这个市民社会吼，互你甲你喘袂开。是，所以中国政府咱拄则讲的，北京也是有影响力的，对香港。是，其实咧，以即届的即个立法来讲啦，哈，咱先看第一个代志哈，就是讲你若伫个迄过去2003年届哈，抗争哈，迄个时阵其实伊都无需要讲。特首出来讲话，特首会使退第2线。是，哈，啊，伊顶届哈，然后以即届来讲哈，这是修一个立法会法律尔嘛，其实会使叫迄个律政司哈，律政司的司长出来讲话就好啊，哈。啊，有啥物问题啊？迄就是哈，这哈，大家意见看安怎收集哈，其实完全无必要哈，发生爱付出遮尔啊大的代价，啊人。大概都会问这件代志，就讲你即马大家安尼费遮尔啊多困难吼，到底你是咧争取啥？是吼，你的目的是啥？吼，大概安尼来分析来看吼，就知影讲，其实即个中美的即个贸易战吼，这是大的背景。吼，咱会使安尼看吼，就是讲，你既然
中国会拄着讲美国有法度印度、加拿大一个迄个华为的即个主管甲印度过来所以中国就咧想讲好，安尼我有啥物办法会使对付你，所以这来作为即个背景讲香港那香港有即个逃犯的条例，好有一天你迄个外国迄个英国美国的啥物人经过香港，我嘛有法度来甲你对付是。你除了安尼的解说以外无你看袂到讲即个香港政府伊为什么非通过即个条例不可？头啊讲到讲用台湾的即个例其实用伫个即卖的设计内底其实伊会使算讲当作个案伫个立法会通过，伊嘛会使甲台湾直接算讲政府对政府的一个讨论，伊都有法度安排偏偏用这安尼做理由来修这个条例啦我想是这是算讲这爱互大家了解这个一个真重要的背景。是，头拄则老师嘛有讲到，这个美国政府甲中国现主时是咧博弈战川普头拄则嘛讲，有一寡政府是无爱民主来生团，就伫遮，咱阁有看到辟生，你伫美国嘛求学过、读过册，现主时阁伫遐读法律。你看美国川普安尼讲的。有一寡政府就是无爱伫民主生产伫因家己遮，嘿，即句话你安怎看？我是感觉这就是政治的修辞啊，这政治的讲法，因为即马对中国较硬是美国即马两党的共识即马伊个选举即马伊明年也要选举嘛，对，所以川普伊有。几个较重要的代志，第一个，伊就是爱有遐个工业带的，就是亲像芝加哥，人讲袖带，就是以前咧是做工业但是即马就是工业拢搬去中国遮个选民伊要安怎家己要找伊支持要安怎就是讲我对中国足硬斗的，是，所以即马另外民主党即马你看。就像 Pelosi， 伊是民主党的嘛，伊嘛是对中国的发言拢是种硬斗的，所以即马两党的就是咧比啥物人对中国较硬斗啦，就是讲因为要选举即马即个袖带即个是最重要的一区，所以大家拢是讲咧下注，就是讲你对中国你讲即种话我即马我嘛讲即种话佮送一个法案入去。所以呢，即马会当讲，就是伫国际情势来看，是对要讲香港也是遮的抗争有会当有较济一淡薄仔的成果的话，应该是即马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是你即马面对的就是习近平，就无想要让的政府。我补充一个就是。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去看，差不多你讲你这个国家有5%的人，5%的人行出来抗争，差不多你的诉求就让完全互人接受但是你看200万人你讲700万人是香港的700万人，200万人是偌济，要30几%、40%30%，你摕到啥？摕到一个讲暂缓，佫毋是撤回，佫无啥物。佫无保证啥，啥物拢无保证，就是伫遐装死安尼。所以你因为香港真正是较悲哀、较可怜，就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北京，是一个上硬斗的政府，上无想要交民众、较市民社会讨论，也是参考市民社会意见的政府。所以对。所以真正自香港1997年回归甲单22冬，咱来看到因的民主路实在是真歹行，坎坎坷坷。安怎讲咧？1997互中国政府接受了后，2003年就头一摆7月游行，2005年呢，佫有这个反世贸这游行冲突，2007年佫有保留着皇后这个码头这个事件，2012年就是反国教育这个运动2014年占中运动，甲现主时2019年反送中运动。其实
头拄啊，聪颖老师伫咧开讲的时阵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较早殖民地这个关系，甲英国关系。聪颖老师，咱补充一下。是，其实吼，咱即摆咧讨论吼，拢是咧讲到讲目前的情形啦哈。啊，迄个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讲7月1号即天吼，其实未开始吼，都拢有游行。只是讲头前的游行吼，迄个规模拢真小，因为吼，即个政权也是真有权力吼，伊迄个典礼吼，迄个场面拢啊个算袂歹，所以第一届吼，即个关系改变吼，就是2003年迄届就是讲因为中国开始要求讲要爱修迄个基本法第23条吼，就是即个国安法律啊，迄个时阵。香港才算多数的人才行一条，吼，迄届50万人吼来街头。是。啊，即马转开始即个7月1号的游行，但是吼，讲真诶，咱拄则讲到讲，这是香港人的悲哀。当你上无你看拄则迄个比较，咱台湾的民主运动尾也拢有好的结果，但是香港的民主运动到目前为止吼，会使讲啥物成果拢无。原因就是讲，其实即个民主的制度吼。一开始就无互香港人，吼，咱讲到迄个中国甲英国因咧安排遮个代志的时阵，其实你真正看吼，连香港代表拢无咯，所以所有的安排是无经过香港人，安尼咱就会使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吼，伫咧第2届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有的新问题吼，国际上基本的做法就是讲。自民来自决，民族自决。你伫遐的人，你家己来主张讲你要安怎安排嘛？其实吼，独立也有啦，吼，啊，迄个回归嘛拢有啦，吼。你讲像讲琉球啊，吼，啊，伊就是讲国民投票，吼，啊要加入日本，吼，就加入日本。所以其实各种结果拢有，但是香港吼，从头到尾吼，伊的即个基本权利吼，无讲到，吼，咱讲为历史来看，就是讲英国迄个时阵吼。偷偷就甲即个香港吼，为殖民地即个名单内底吼，甲提走。当然，你会使安尼讲，就是讲吼，中国的迄个民主主义的迄个，算讲意志吼，一直表现甲真强。伊讲好，你若要在香港遮推行民主吼，我就是解放军就要来甲你安怎安尼吼。特别个压来。嘿，但是呢，若照迄个时阵国际的情势来讲，伫迄个时阵，所有的殖民地拢普遍有即个自民自决的即个原则。其实香港迄个时阵，若有人会当出来争取，绝对毋是今日安尼的结果。吼，会使讲咧，香港即马的即个主权吼，香港即马的即个意识吼，会使讲出现甲伤晚。伤晚去啊！啊，伊所有的权利拢互决定好啊，即马才要来开始争取这基本的民主的权利吼，会使讲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痛苦，所以较早因拢追求这个经济，可能民族自决这部分较欠缺。老师，你的看法嘛是安尼嘛？咱来讲到吼，我讲杨老师讲得真好，就是讲因为因伤晚做决定。啊，即摆的机会，敢若剩着啥？剩着咱台湾人的身躯。是吼，因为你也无做决定，你就叫人决定。啊，即摆就是，伫进前香港人伊无法度做决定，啊嘛无爱做决定。是。哦，啊到即仔是真正袂使做决定。啊，咱讲到未来吼，这个香港的这个社会要安怎演变？我感觉当然咱看北京是主要的，伊会做决定啦。是。但是咱若倒来看讲，即摆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吼，其实咱台湾是有这个制度，但是咱讲形式民主啦，有这个形式，有这个形式民主的形式，但是咱无这个所谓防卫民主的观念。民主你爱有这个防卫概念啊，就讲你民主毋是当逐项拢是自由的，逐项拢互入来，吼，逐项拢爱开放，吼，啊像因为像咱讲吼，香港咱知影伊是一个自由港，自由港来讲，咱知影讲伊的这个伫世界上吼，世界的贸易方面吼，伊是拢是，尤其伫咱若讲的世界的竞争力，伊嘛拢摆足正面的啊。可是这个经济的情形吼。因为过去咱有一寡学者研究拢讲吼，尤其是西方的研究，讲到这个你也是经济若好吼，啊，这个公民就会觉醒吼，啊，可能中产阶级的人吼，可能
拥护这个民主的价值啊，但是咱有看到讲伫中国都唔是安尼，中国嘛咧崛起啊，嘛咧发展起来，可是中国的这个因为政府的制度甲压迫来，吼，所以你无法度去发展你的这个公民社会。啊，但是香港过去有真好的公民社会，伫英国虽然伊是殖民啦，吼，但是以后佫有真好的公民社会。但是这个公民社会，咱会看到讲，因为制度到今嘛，吼，啊当然伊嘛用上街头，啊用做像咱看到喏，这游击战啊是啥拢会使。但是你也无讲要回到伊个制度面去做的时阵，咱就爱可能我就较悲观一寡。所以这个民主的大门敢有开？老师敢有开？嘿，无，我咧讲哦，这个咱即只讲到这个民主吼，啊讲到这个防卫民主这个机制吼，会使佫加讲一下，就是讲吼，即摆发生这件代志，拄啊好这个大的背景吼，就是讲世界各国拢有发现讲吼，中国吼是伊的国力变成世界的强国。但是伊无愿意遵守民主的这个价值去发展的一个国家，所以尾也发现讲，中国伫个真侪国家吼，拢利用民主制度去发展伊家己要发展的目标。是。啊，这个时阵吼，就是讲，才对这个算讲安怎防止安尼的情形发生吼，有这个民族民主的这个迄个防卫的这个。机制的即个讨论哈，啊，即马真侪国家拢有安尼法律啊，哈，就是讲防止外国人哈，你利用代理哈，也是利用迄个中资哈来去支持这个媒体啦，也是讲支持，也是讲做这个政治的影响啦哈，这部分哈，差不多这几个民主国家哈，澳洲啦、美国啦、英国啦哈，拢有真好的讨论，哈。啊，咱伫咧台湾吼，这方面吼啊，应该是讲，其实伫咧这个范围之内吼，也是应该加注意吼。是，所以这个上街头，这个香港民众甲现主席香港政府也咧对抗，这当中这个香港政府甲北京政府要安怎收煞？上尾咱请三位来甲咱结尾一下。是，这个要收煞吼，可能我头讲我较悲观，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吼绝对袂帮香港人煞啦，可能。即马是香港人持续的吼那干那7月1号这个抗争呢，煞来继续佫较侪抗争出现的时阵，尤其也是采取着佫较暴力的行为的时阵吼，这个可能香港政府的警察包含讲，甚至不排除讲有解放军的介入的可能。解放军吼，这个是咱上无愿意看到的，历史可能佫重演啦。上无愿意看到，但是这个情形有可能会发生，我感觉嘛是有可能。所以历史真正有可能佫发生伫咧香港嘛？老师你安怎看？迄个即马香港因内部有一寡讨论啦，哈，这个讨论讲到讲。互人想到讲叫做不合作运动啦，是，吼，伊就是讲咱过去吼，即个有迄个印度的圣雄甘地吼，伊有真好的即个对抗殖民地的经验，就是讲安怎完全卖用暴力的方式，但是尾啊会使展现意志甲效果，吼，啊，这过去有真好的发展的历史，啊，即马你讲香港即个目前这个困局吼，要安怎去反映吼？开始有人安尼做安尼思考。当初这个组织过去吼，7日游行的这个组织叫做香港人权民间人权迄个阵线吼，其实因也是一个真有经验的一个组织。伊过去也拢有来台湾吼，甲无共款的团体来交流，所以我相信吼，因会去发展一个适合香港的这个情形的一个。这个运动的策略出来是，所以这个老师的看法嘛较乐观一丝啊，因也佫有因民主的路爱行的对吧？碧生你安怎看？我想讲咧，老师其实讲法是个一体两面啦，就是短期的，就是长期的。啊，短期来讲，我嘛是较悲观啦，就是你讲习近平会放手的安那个，我感觉是袂啦，无可能啦。但是讲长期来讲，香港人要安那。继续组织继续安那个对抗这个政府，安那对抗这个北京殖民政府。是这就是另外一个代志，这是较长远的代志啊。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以前讲民主的门伫香港要拍开，其实伫1980年的时阵，迄当阵香港人是咧想讲民主回归啦。其实
迄当阵大家拢想讲啊，我是一个有会当选举啊，会当有法治诶所在啊，回归中国啊，甲中国变做民主，迄是足侪人，迄当阵的知识分子拢是安尼想的。民主回归敢有可能？现主席这个门已经拍开啊，北京习大大也够唔捌甲试吗？老师，北京你安怎甲建议？咱对北京建议的，敢若4个字啊，吼，狗吠火车啦，狗吠火车告不回家。我是感觉讲哦，咱啊用先讲这个分析这个场面来看吼，我感觉北京政府是足奇怪。伊其实吼，伊是本来是满洲的好牌，伊若要做一个讲啊，要做一个较有讲得民心的做法吼，其实真简单嘛。你讲，嘿，你讲啊，即摆有啥物冲突哦？即摆领导人出来讲几啊好话，村的代志吼，去冲就好啊吼。其实伊要得分足简单，但是你看讲吼，即摆所有的这个政策的建议，拢无，唔是行这个方向。